随机查询。大家好，我是李云霄，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平时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旦角儿，然后我主攻的越剧流派是吕派。我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扮演金镶玉。我这个角色呢，对于风情万种和还有八面玲珑，还有等等一系列关于金镶玉的所有的特质，我们都有保留，但是我们也加入了自己一些新的理解和调整。金镶玉作为串联起整个故事的女性角色，可以请云霄用金镶玉的视角来给观众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和故事里面的主要角色吗？就是作为金镶玉这个老板娘呢，每天在这个小客栈要面对很多很多的江湖的客官们啊，比如观众，你们也是我们角色当中的一员。那么跟我发生实质性的一些冲突的呢，就比如说是，有贾婷。然后有我们的这个周淮安，有周华安的这个千年爱慕者周演的，还有我们的义父曹少卿，还有我的千年粉丝千户，还有金镶玉的千年粉丝千户，对，还有我陪伴着我在这片沙漠，在这个客栈多年多日的我的旧的义弟。达达尔，每一个人他在这个江湖上都有他不得已的，或者说有他自己的，那个故事吧。就我觉得可以大家来看了之后，再，想想他理解的新龙门客栈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在这个金镶玉的这个客栈中，它其实每天可能会发生不同的事情。我们整件事情呢，还是围绕着救姑，救姑这么一个事情去展开描述，在江湖上的每一个人在遇到这些事情之后，他们的态度和他们的价值观。可以讲一下新的调整吗？电影它的这个表现的手段和方式跟我们舞台剧它不同，它可以通过镜头的语言去表达人物的内心和他在这个剧情中扮演的一些角色和他需要去完成的任务。那么在舞台上仅仅只有2个小时，而且我们又要唱。又要表演，他所给到每一个角色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八面玲珑或者说妩媚多情，每次去展现他特质的时候，要特别的适当的夸张，或者说又要适当的更生活一些，因为我们的这个观演关系是环境式的，观众离得非常近。但是呢，他又不能没有这个舞台剧的肢体手段，所以在这些表现形式上面，我们是有突破和改变的。那金镶玉这个角色身上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呢？我觉得她非常自我吧，她特别作为一个女性角色，我觉得她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除了那个标签式的风情万种啊，这个她还是一个商人嘛，她是个老板娘，她有她自己自我选择自己为人处事在自己的这片江湖的生活态度，她也有她自己选择去。就是处事的标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非常欣赏他这个角色的。所谓的风情万种，或许真的只是他身上很小很小的一块，被大家喜爱的一个优点。但是我更欣赏的是他表皮之下的那份，江湖的侠义和他的那份大爱之心。我们云霄除了自己的角色金镶玉之外，新龙门客栈里面你还最想饰演谁呢？我倒没有想去饰演别的角色，因为金镶玉她真的是一人千面的，我觉得她身上的这个，她的承载的这个内容太多了，她可以把她演得风情万种，但其实她身上真的有说不完的故事。我觉得光她一个人就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无限的去塑造她。这次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突破了传统戏台的表演空间，也结合了环境式戏剧多变的灯光效果。作为演员，你觉得这样的舞台上演出戏曲和传统舞台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定位上面，它是绝对把之前的这种观众和演员之间的那种观演关系，它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的。当你作为观众，你可能在门口进检票口的那一刻，你是你自己，但是当你进来了之后呢，你就是我客栈中的一位客官。首先是这个大家感受的这种体验感，它会不一样。我们的整个舞台，它就是我们的一座实打实的1比1复刻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一座客栈。你坐的凳子、椅子，你所触摸到的一切，都是我真实的客栈中所会出现的那些东西。那么就是我们演员
在台上演的时候，也不仅仅只局限于你的眼睛的正前方，我们眼睛的上空、左边、下面，甚至是前面的地下，你的后方，我们360度无死角的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就是这样子的表演的这种空间上的改变吧。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上的改变，对于演员，因为以前传统的舞台第一排观众离我们正儿八经台上的演员的距离，它前面至少还有一个乐池，乐池前面还有一定的空间。那现在这样的话，可能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我们的演员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我们会在这个舞台上做出一些分寸感的调整。比如说跟客栈我们有一些互动的环节，我们是会拉着现场的随机的观众，给他发一些我们这个江湖上的小任务，然后让他真实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来。在此之外呢，我们觉得是服化道也好，音乐也好，其实我们的老师们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我们也包括妆造上面，我们也不会像原来的一样。就是太过于夸张，从人物出发的基础上，我们会尽可能的真实，让大家觉得看到的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戏中人，而是就是身边的一个真实的人。在创排的过程中，有什么舞台的趣事或者困难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先说，如果说困难的话，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来说，最困难的都是去捕捉那个人物的准确性是最难的。那么演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是，想要在这个空间里面演出最真实的一些反应呢，就是说要很用心的感受每一场，就是你自己本人的状态也好，或者观众的反应也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在演到这个阶段需要去每一场去感受和应变的。然后有趣的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戏当中，尤其是金镶玉和达达尔这两个角色会比较的。有机，我们可能今天我上桌子了，明天我就到地下了。塔塔尔也是突然到前面的观众的哪里去了，他很随机，这个又好玩，然后呢也是不能说是困难，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也是一种挑战吧。而且观众们现在很多3刷、5刷、10刷的很多观众，他也会真的就是投入到这个小客栈的这个故事当中来，就比如他们会给塔塔尔，或者说会给千户，在对这个找这个通缉犯的时候，他会突然塞出一个莫名的东西，为难一下我们的千户，因为他知道，就好像江湖中有的人他就是要为难千户中一模一样。但比如说金镶玉，她就是个迷人的老板娘，就也有观众会给我一把扇子，还有一朵花。那么作为老板娘的角色，就要很及时的做出一些回馈，这些都挺有意思的。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云霄自己。想问一下，云霄与越剧绝缘是什么契机呢？我的老家呢在浙江的台州。首先，我们浙江也是越剧，就是说我们是我们的地方剧种。那么在我的家乡，真的就是很普及的。我呢，因为从小跟我的祖父祖母在一块儿长大，最早结缘呢就是跟着我祖父祖母，然后看社戏哈。然后后来呢，就是自己喜欢上吧，也算在我儿时比较孤独的一段时光，它这个越剧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的方向吧。像自小学越剧到至今大概有多长时间了？从08年开始到现在15年，对吧？有没有算错？15年。你会怎么给通过新龙门客栈第一次接触越剧的观众介绍这个剧种呢？它好看在哪里？先说说我们越剧吧，从诞生开始到现在100多年，它是一个非常年轻又爱学习的剧种。就像现在，我们以前可能会上演才子佳人呐，类似像《红楼梦》呐、《梁祝》啊、如懿桃婉西厢记等等，我们团的舞女拜寿这些经典的剧目之外，你看现在我们也敢于去尝试。新龙门客栈这样的主题，我们这个剧种的可塑性非常强，能带给大家的，除了我们越剧的这个经典的唱腔，还有我们属于我们越剧这个剧种语言特色的那些念白的这种体验之外，我们现在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加入的很多表演方法都是非常体验的。我们去思考和去创作一些角色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都会去加入当下的人的一些价值观和当下人的最需要的一些审美需求，尤其是新龙门客栈，它的一种给观众带来的体验感，它是非常全面的。它不是说只是让你来听口唱，或者是来看我们表演，它是带你走进一段故事，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吧。
我是李云霄，我在新龙门客栈中饰演金镶玉。那么作为老板娘，我在客栈等你，欢迎你们来看新龙门客栈。